嘿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傑，今日要講呢部電影，真係好特別，記了一整個春天。I got your delivery today. Thank you for the kiss. 喂，講真，你有冇諗過會有套戲，竟然係講買底褲㗎？我叫許晴，有冇人啊？聽落去好似幾惡搞，但老實講，呢套戲唔係獵奇搞笑片，而係一套講青春、迷惘，甚至探討道德界限嘅現實電影。你咁幾心機上數學堂就係為咗撳我冇啊！佢就係記了一整個春天。肥佬嚟㗎嘛，禿頭嘅咁。冇可能。究竟呢套戲係純粹玩噱頭，定係真係有深度？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睇下。你咩都唔同我講，我點知你嬲啊？啲人話你係考界真㗎啦。記了一整個春天係由新晉導演葉玉瑩自編自導，仲有陳果做監製，主演陣容夠晒新鮮，有卡良成員邱彥彤 Mark 首次拍電影，仲有新世代演員陳書欣 Sheena、張玉軒 Shin， 再加埋型男天南同埋炮嫂胡培慧等實力派演員，陣容夠晒驚喜。故事講嘅係一個普通大學生許晴，佢同大多數學生一樣，冇咩特別。直到某日，佢意外發現咗一門偏門生意，原來有人出高價，專門收購女仔住過嘅底褲。一開始佢都係玩下試下，冇諗咁多。但當佢發現呢門生意嚟錢又快，又唔使 OT 捱工，佢開始慢慢沉淪。甚至拉埋朋友一齊做埋。不過賺錢嘅自由帶俾佢快樂之餘，佢亦都開始迷失。其實呢套戲唔只係講買底褲咁簡單，佢真正想探討嘅係青春成長入面，面對現實誘惑，我哋會點樣選擇？如果係你會點樣揀？女主角邱彥彤 Mark 飾演口吃妹。其實記了一整個春天唔係一套低俗玩擦邊球嘅戲，而係用一種收斂但細膩嘅方式，帶觀眾入去一個充滿矛盾嘅青春世界。部戲冇直接話你知邊樣啱邊樣錯，而係俾你自己去諗去揣摩。佢係由新晉導演葉玉瑩自編自導，而監製就係大名鼎鼎嘅陳果。識陳果嘅話，你就知佢最擅長用冷靜寫實嘅角度去拆解社會議題。而呢套戲亦都一樣，導演用咗一種克制但細膩嘅手法，帶觀眾走入一個青春與道德界線模糊嘅世界。佢冇話俾你聽咩係啱，咩係錯，而係等你自己去思考。如果你中意文藝片、現實題材，呢套戲應該會幾啱你口味。導演話齋，希望呢部片觀眾睇完部片可以帶住愉快嘅心情返屋企。呢部戲之前仲入選咗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電影，影後仲攞到唔少好評添。講到底，記了一整個春天講嘅係選擇，而你又會唔會揀去睇呢？好啦，今次介紹到呢度，有冇興趣去睇呢套戲？又覺得呢個題材會唔會吸引你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subscribe， 我哋下次見。我連咁簡單講自己係邊個我都講唔到啊！